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股四頭肌訓練，我哋一齊喐下啦。呢個動作可以幫助大家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雙腳平放地面，四頭肌發力，收縮將腳伸直，稍作停留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。Good job， 大家做得好好啊！我哋仲有其他片，記得 follow 埋我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下次見，拜拜。